主后2023年7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毋通做愚妄的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箴言第1章20节到33节。智慧伫街路大声得叫，伫市场口大声得发，伫闹热的街路头大声得叫，伫城门口大声讲。戇直的人爱戇直要偌久，藐视知识的人爱藐视知识要偌久。愚妄人厌恶知识要偌久。我责备恁，恁若听叹，我要对恁吐露我的心意，互恁明白我的话。我叫恁毋听，我邀请无人反应。恁无视我一切的劝诫，毋肯接受我的责备，所以恁拄着患难，我要冷笑；恁拄着惊吓，我要啼笑。当惊吓亲像狂风吹来，灾厄亲像假热风扫来，患难痛苦临到恁，迄时恁要求叫我，我毋听，逼切找我，找袂着，因为恁厌恶知识，无爱敬畏上主，毋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的责备，所以恁会食家己所种的歹果子，家己计谋的恶果食甲饱阁野。戇直的人会互家己的固执害死，愚妄的人会因为自满直到灭亡。毋过，听叹我的话的人会安稳徛起，免惊灾祸，享受平安。毋通做愚妄的人。现代的父母对伫囡仔的教育，有一寡会选择放手，互囡仔搁较侪自由，通按照家己的选择过生活。安尼的教育方式，往往需要搁较侪勇气。就算伫囡仔犯错以前，父母早已经知影因可能遭遇的问题，还必须互囡仔家己做决定。就算知影因会跋倒，父母也只能放手。这种教育方式，并是父母对伫囡仔一切拢毋管，是因经历各种情况，互囡仔学习家己做主，搁对错误的中间来学习。箴言的作者虽然质疑愚妄的人为什么轻视财物还袂觉悟，目的却是希望因会当理会劝告。一旦因继续毋插劝告，持续因的性命就会拄着一寡灾厄，互因痛苦。检测生命所拄着的代志，有时通重来，也是做弥补。总是有一寡代志是学得补救的，也找袂到任何的帮赞。因为安尼，毋管搁安怎自由的教育方式，负责任的父母还是需要适时引导囡仔，互囡仔理解是非对错。只不过，真侪时阵，囡仔还会选择错误的方向，直到生命拄着真侪挫折。不过，生命拄好是安尼，总着爱亲自经历，才会当有所觉悟。何况真侪美好的见证，大半是伫低谷中拄着上帝，倚靠真理，路马重新振作起来。因为安尼，箴言认为愚妄的人爱为家己的行为自食其果，受到伤害，付出代价。比较可怕的是，真正愚妄的人无法度对错误中学习，就继续执迷不悟，
到尾就会互家己的性命陷入困境，搁家己毋知。因为安尼，听智慧的呼唤，愿意听趁劝告，就亲像箴言所讲。毋过，听趁我的话的人会安稳徛起，免惊在下，享受平安。只有听趁智慧的教导，互真理引带，生命才会当转来正确的道路。伫教会的生活还是服侍，咱也可能毋听真理的劝告，只想要按照家己伫社会的思维来处理，袂当否定、否认。有时阵社会经验所带来的财物，通互教会有真好的发展。不过，上帝所要带领的方向，却常常拄好甲社会经验无同。咱的小聪明反倒显得愚妄。若无查觉上帝的旨意，却任意照家己的思维去做，到落尾，毋但互家己的性命陷入伫困境，也互教会陷入危机中间。箴言的智慧是对生活经验得到的，毋过人若失去敬畏上主的心，就会亲像愚妄的人共款，做出错误的决定，伤害家己，也伤害教会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简单按照生活还是社会经验判断一切的代志呢？若无想要成做愚妄的人，人就必须时常察觉家己的内心甲行为是毋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我是毋是简单按照生活还是社会经验判断一切的代志呢？若无想要成做愚妄的人，人就必须时常察觉家己的内心甲行为是毋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咱来祈祷，引导人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生活甲社会经验，互我通判断真侪的代志。求你互我时时通察觉家己的内心，愿一切所行的遵行你的旨意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